富哥，今天你生日，金雾作为你的女朋友，不仅没准备惊喜，怎么还迟到啊？这说明富哥被金雾拿捏的死死的呀。不好意思啊，谁说我被他拿捏了？啊？富哥，你玩这么大，不怕金雾跟你分手啊？她一个私生女，也敢跟我提分手？没有我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傅一晨，我苦苦追了你10年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离不开你的私生女而已。傅一晨，你真恶心！金雾，你什么态度？我告诉你，我讨厌不听话的人。小雾，你别误会，你闭嘴！你凶什么凶？今天可是我的生日。是吗？你，那祝你生日快乐，傅一晨，你被甩了。喂，金雾，你又怎么惹一晨生气了？喂，妈，连个男人都哄不住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不争气的女儿啊？喂，你在听吗？金雾，她一个私生女，也敢跟我提分手？没有我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原来在这个世界上，真的没有人会爱我。这个人怎么有些眼熟？好久不见，小班长。小班长，你看这里 ，A 大于 C， 你是段实验？对，是我。没想到小班长你还记得我，真好。更好的是，我暗恋你10年，如今终于有机会名正言顺的靠近你了。刚才，谢谢你把我接住。你来这里有事情要做吧？那你先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别动，你前男友出来了。就算这样，你也不用抱着我吧？还是说，你想见到他？我不想见到他。好，那我带你走。遇见你，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，心跳加速，有时候呼吸也暂停，身体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和我走吗？那人怎么这么像金雾？哼，金雾那么爱我，怎么会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？傅玉晨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追着你跑了。他怎么呆住的样子都这么可爱，想亲。麻烦你了，这附近有地铁站，我自己过去就行了。小班长真的不用对我这么客气。还是说，以前我是一个坏学生，你到现在还在讨厌我？有这回事？我怎么不知道我以前讨厌的？唉，算了，既然你真的这么讨厌我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
不是，我没有讨厌你。那你就是喜欢我。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热烈的目光注视我，在一起17年的傅玉晨也没有过。你不是送我吗？走吧。好。今天真是烂透了，先是一腔真心成了笑柄，现在低血糖连一颗糖果都没有。算了算了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以前不都是这样过来的？打开你前面的储物箱。你不是想吃糖吗？我准备了一些，以后见医生再也不用为没有糖吃而不开心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糖的？这些连傅玉晨都不会注意到的事情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记得你有低血糖，所以就准备了一些，等需要的时候，我就能像现在这样送给你。谢谢啊。段实验，你要吃吗？我在开车，没有手，你愿意喂我吗？这是在撒娇吗？他段实验可是堂堂京都大太子爷，科技公司创始人，怎么看上去像是一个摇着尾巴等待投喂的小狗呢？不愿意就算了。好，那你张开嘴。啊？这会不会太亲密了？他应该不小心碰到的吧？像他这样的贵公子，不会刻意和我有什么身体接触吧？一定是这样。对了，我和傅玉晨分手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猜呢？段哥，我说你收到嫂子和傅玉晨分手的消息，就急着赶到酒吧那里，不会是来劝和的吧？我不管啊，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给我抢回来，不然都对不起我给你送情报。谁说我是来劝和的？我是来趁虚而入的。静物，是傅玉晨没本事，留不住你。你没有做错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今天是你的幸运日，也是我的幸运日。恭喜你，终于摆脱渣男，开始崭新的生活。也恭喜我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接近你。你等一下，在这等我一下。还好，不是很严重，你忍一下。疼？那我轻点。他刚才是去给我买药了。那个，你忘了我自己就是医生，我可以自己来的。谁规定医生只能自己处理伤口的？金医生，你已经下班了啊！你现在的身份是我的小班长。你怎么还说小班长呀？从高中到现在，你都喊不腻啊？不腻。我猜你喜欢蓝色。这样还疼吗？有点儿。把这个穿上，你就不疼了。谢谢你啊。这双鞋是傅玉晨送给你的？不合脚的鞋就不要再穿了。
景武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我会把傅玉成给你带来的所有伤害、屈辱，连本带利的还给他。景武，选择我，虐死他。段时间，你怎么这么讨厌傅玉成啊？因为我以前有一只很可爱的小刺猬，被傅玉成夺走了。可他夺走之后又没好好珍惜，所以我很生气。小刺猬，没想到他真的那么喜欢小动物，怪不得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他总是会和我一起喂流浪小动物。景武，请你选择我，我会等你的。没想到今晚还能得到一个我最喜欢的糖果。雾宝，你没事吧？我看那个天杀的秦景瑶发的朋友圈了，还有傅玉成和他靠得那么近，有没有作为男朋友的自觉？气死我了！没事，我和傅玉成分手了。哦，那太好了，你终于看清渣男的本质了，分得好。可是雾宝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傅玉成那种人不值得我为他伤心。太好了！哎，对了，雾宝，你还记得段时宴吗？段时宴最近回国了，听说啊，他接手了家族企业。不过呢，我还收到一个消息，他呀不知道今天去见谁，急匆匆的，那真是感觉见他老婆一样。那个，其实他今晚遇见的是我，是他送我回来的。段时宴，他以前不是最爱捉弄你吗？他怎么可能会送你回家啊？段时宴，他好像改变了许多，也不像以前那么喜欢捉弄人了，还挺温柔耐心的。温柔耐心？你确定这是段时宴？当年多少女生跟他表白都被冷眼劝退，那么一个冷拽大少爷，怎么可能好心急匆匆的离开公司，只为送老同学回家？我确定，他就是段时宴。雾宝啊，我觉得段时宴该不会是喜欢你吧？段时宴该不会是喜欢你吧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景武，景武，景武！哦，我在。我以前就觉得段时宴对你不一样。以前呢，他总是逃学，可每次到了你查作业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。你被罚跑，他就让你帮他取东西，帮你跑。说不定啊，这小子那个时候就在暗恋你。段时宴怎么可能暗恋人呢？暗恋那么酸涩，一个从小到大都是天之骄子的人，怎么可能愿意受这种罪？景武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我会把傅玉成对你带来的所有伤痕、屈辱，连本带利的还给他。可是，我真的好像已经失去了再爱一个人的勇气了。雾宝，我觉得，要不你可以跟段时宴试试呢？我觉得他……好了，我现在只想单身快乐，不想谈什么情情爱爱的了。就当做是一场老同学简单的邂逅吧，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联系了。20号博主更新了，我记得他上次更新还是好多年前。加油啊！祝你暗恋成真。景武，一定会成真的。傅玉成怎么发那么多消息啊？景武，我说过，我不喜欢不听话的人，你不要惹我生气，赶紧回电话。趁我没有生气，你赶紧过来认错，我就当昨晚的事情没有发生，你还是我的女朋友。这是傅玉成第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，可这一次呢，我就不想再回头了。傅玉成，
再见了，拉黑删除。从今天起，我金雾要正式迎接崭新且明亮的新生活了。哇，好可爱的鞋，有链接吗？分享给我啊！这是别人送的。不会是金医生的追求者送的吧？连你喜欢什么都知道。昨天晚上真没注意到，这鞋上竟然是有最喜欢的小狗，可能是巧合吧？怎么可能是巧合啊？依我看啊，他一定是默默关注了你好久。怎么越说越离谱了？段时间连暗恋一个人都不可能，更别说还会到了爱惨的程度。金雾，金雾，你来做什么？昨晚不是傅雨辰生日吗？你不去好好陪他，你怎么跑来上班了你？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分手了？哎呦，他可是富家大少爷，你赶紧去把他给我哄回来。他出轨背着我不止一个女人，我是不会跟他复合的。哎呦，男人少不了沾花惹草，更何况他是富家大少爷。你说说，就你这点气量，以后怎么当豪门阔太呀？你要是想当豪门太太，那你就自己去哄。总之我是不会去的。你怎么油盐不进啊？我不是为了你好啊。为我好，你只是把我当成踏进上流社会的垫脚石，别说的那么掏心掏肺。你妈真的是为了你好。金雾，做好被我。段时言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好路过，就看到你像一只炸乎乎的小刺猬，还以为你要原地变身去教训谁呢。说吧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你？你变身，我护法，咱们争取今天称霸这条街。段时言，你怎么这么幼稚？可是我的小班长终于笑了。这是第一次有人在意我的情绪，哄我开心。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是我妈妈，她想让我和傅玉成复合。不自爱的男人就是烂白菜，吃了会生病的，你可别吃回头草。我没有答应，我妈妈只是想借我攀附傅家。他根本就没有考虑我受了多少委屈。金雾，和我结婚吧，我做你的挡箭牌。金雾，和我结婚，让我做你的挡箭牌，这样你的妈妈就不会再骚扰你，我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结婚？他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少爷，怎么会选择和我结婚？金雾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不是因为我奶奶，自从我回国之后，她就一直催我结婚，让我去相亲，而且我也需要稳住董事会和家里人。我认为你是合适的，你是最好的。我是最好的。我未来的段太太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，她就是最好的、最优秀的，我永远为她骄傲。你想当医生就去当啊，只要是你，就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我支持你。不对，他刚才说段太太。我觉得谈恋爱太慢了，
到时候那些老家伙们一定会找各种机会和理由来捣乱找茬，所以结婚是最好最快的方法。可是我还没有做好接受一段新的感情的准备。我知道这样会有些突然，但你放心，你和我结婚，你完全可以继续你自己的事业，我会给予你一切的尊重和支持，绝不干扰。可是，景武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不能只是因为做错了一道题目，就放弃后面所有的题目。我会成为你最好的选择。我会成为你最好的选择。段时言，我在。我愿意嫁给你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只是听到了我很想听到的答复吧。原来我的答复会让他这么开心。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小小的要求？什么要求啊？傅玉成，你看这个情侣头像好看吗？我们能不能一起换？景武，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跟我换情侣头像。好，换好了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最喜欢的小狗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？明天吧，明天是个吉日，宜嫁娶。景武，怎么突然想起来要送我花呀？未婚夫给未婚妻送花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段时间看起来确实羞涩可餐。景武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了？能不能帮我把扣子系一下？段时间，我在。你怎么总喜欢把领口开得那么大？因为我在勾引你啊。段时间，你正经点。两位新人做好准备吧。哎，这位小姐，你往先生这边站一点。哎，对。哎，好，好，保持。要不您拍一个对视吧？这么好的氛围，别浪费了。如果没有傅玉成，段时间应该会成为那个惊艳我整个青春的存在吧。你好，我的段太太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喊我老公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如果我们再这么冷淡的话，一定会认为我们假结婚。老公，把结婚证给我。帮我拿一下。看一下朋友圈，新婚快乐，我的女主角。你要不要也发一个？你把刚刚的照片发我。已经发给你了。新婚快乐，我的男主角。快来人呐！我的手机，快救救我！它出故障了。什么故障？它要是不出故障，
我怎么能看见段时宴那个龟孙在秀恩爱呀？这不会是 P 的吧？就我表弟这公主脾气，真的会有女孩子能看上他呀？这我看到不像是 P 的，就小燕的性子，她能把小姑娘 P 得这么好看？管他是不是 P 的，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对，段小娇，你结婚啦？对啊，刚结的。什么时候带回家呀？想见他，可以啊。见面礼可得准备好啊。段时宴那个臭小子真的结婚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啊！你看我这个孙媳妇儿啊，又水灵又漂亮。快去到我的卧室，把我的首饰都拿出来啊！好的。喂，银行吗？快去把我保险箱里的珠宝首饰都送到段家。奶奶、姑姑，你们一个个的都送这送那的，我送些什么呀？不行，我要给我弟妹买点好看的包包。跟我回趟家吧，我妈妈说她想见你。可是我还没做好准备见长辈。放心，我会陪着你的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我家。不是说要见家长吗？怎么来你家了？当然是给我的段太太准备新婚礼物。Hello， 还记得我吗？京中小学神。你是？哎呀，你把我忘了？我就是当年被段时宴欺压，又当了爹又当了妈的薛南。废话怎么那么多？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？你交代的，必须带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戒指叫命中注定，和我的段太太很般配啊。这是给我的。玉晨，听说那枚蓝钻被定制成了钻戒，你带我去看看嘛。好啊。啊，小雾啊，你也一起去看看吧。像那样的好东西，你这种人应该一辈子都见不到。好了，你就不用去了吧，反正你也不喜欢。傅玉成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，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失望的东西，段时宴却亲手把它戴在了我的手上。哎呀，这还有枚戒指，我这手好空啊。好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妈妈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她儿媳妇。段时宴怎么还拉着一个女人的手？这位顶级公子哥不是不近女色吗？看身形怎么那么像那个私生女？金武真是长本事啊，现在因为一点小事就敢和我说分手。喂，金武，你终于肯找我了。富哥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段时宴竟然结婚了！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看着他拉着他老婆在路上，结婚戒指都戴上了。他以前不是一直喜欢金武，难道放弃了？哦，对了，富哥，我看段时宴老婆的身形怎么那么像金武啊？
你说和段时宴结婚的会不会是金雾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像段家那种顶级豪门，怎么可能让一个私生女嫁进去？况且金武喜欢我这么久，怎么可能和别人结婚呢？这身形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金武。我们直接这样过去，真的行吗？不用买点什么果篮、红酒之类的东西吗？不用。对了，我们要不要对一下口供？万一他们问起来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，哪一天在一起的，我也能答得上来，省得到时候穿帮了。这我早就想好了，就说我从高中一直单方面暗恋你，你是我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白月光。娶不到你，我宁愿出家做和尚，我都不会将就。你这编的不对，别人是不可能信的，尤其是你这种人，怎么可能会暗恋一个人？怎么不可能？金武，如果我告诉你我真的单方面暗恋一个人呢？不对，如果我真的是你的白月光的话，那我们应该彼此很了解才对。我们要不要对一下信息，别穿帮了？金武25岁，身高168，体重47，水瓶座，喜欢蓝色、紫色，喜欢吃甜食，讨厌姜葱，吃到好吃的会晃腿，吃到难吃的会中毒。他说的这些，甚至比我自己了解的都要详细。你怎么这么清楚我的喜好呀？我不说了吗？我暗恋你10年了。冷静，他肯定是提前调查过。对了，你也告诉我一下你的喜好习惯，我记录一下。我不告诉你，我让你自己去发现。我喜欢吃什么，看什么，什么星座，生日是多少，然后向你证明我到底会不会真正的一直单恋一个人。段时宴，他不会真的从高中开始就暗恋我了吧？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表弟谈过恋爱啊，这直接就结婚了，也不说带给我们提前见一见。怎么，你表弟结婚，你不高兴啊？啊，高兴啊！我表弟单身这么多年了，现在终于结婚了，我当然高兴了。奶奶，妈，表哥。我表弟能娶到这么好看的女人。大家好。哎呀，奶奶啊，快让妈咪抱抱！妈，不要随便碰我的老婆，她是我老婆，要碰也是我碰。段小娇啊，怎么跟妈咪说话呢？不要叫这个破名字。这个名字哪里破了？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好了好了，快进去啊，快走。走。这是六六，真的是六六。段时宴，原来收养六六的人是你啊！段时宴，原来收养六六的人是你啊！是我。我刚回国的时候，经过一家宠物店，发现一条小狗特别熟悉，对我嗷嗷叫，我就给它带回来了。那你之前不告诉我，是你收养了六六啊？因为我要给我的段太太一个惊喜啊！原来你心里一直都有六六，之前还总说自己不爱多管闲事。我是不爱多管闲事，但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话，就没有关系。我是例外，谢谢你啊，段先生。你好，弟妹，我叫沈雀，是段时宴的表哥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吩咐我。我是段时宴的妈妈，以后啊，就辛苦你多多管管段小娇喽。妈，儿媳妇喜欢喝酒吗？我今天刚买了一个酒庄，儿媳妇喜欢的话就收下。孙媳妇儿，这是段家的传家宝，奶奶呀，今天就送给你。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
我不能收。你们都结婚了，怎么不能收啊？难道你们是假结婚啊？就是拿我这老太婆寻开心呢？不是，谢谢奶奶。哎，对了，弟妹，我太想知道了，就我表弟这比狗还狗的性格，你是怎么看上的？这么好看的戒指啊！这是命中注定。乖宝啊，我们加个微信。好。儿媳妇儿，这是妈咪给你送的礼物。弟妹，这是我的。在金家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但是刚来的段家就给了我家的感觉。乖宝啊，就收下吧，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。以后啊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都由我们来做靠山。要不是我提前调查过，都不知道这孩子之前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既然他金家不疼他，那就由我们段家来疼。没错。对了，表弟、弟妹，我能问一问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准确的来说，我已经暗恋他很久了。从16岁开始，我就暗恋他。虽然这些话已经听过了，但是再次从他口中讲述出来，我竟然觉得他好像真的暗恋我10年一样。好了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老婆，你能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吗？我家那些人都狡猾得很，如果我们俩不住在一起，他们会怀疑的，好不好吗，老婆？段时间真像一只撒娇的小狗啊。不过也是，既然都领证了，不搬过去一起住，确实有些说不过去。好，那我先回去收拾收拾东西。谢谢要带走。不用，一些不要的垃圾而已。给我吧。好了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正式搬到你家，还有点不太适应。这是我们的家，段太太。今天我和我的19号结婚了。段时言，你看，我关注的博主今天和他暗恋10年的对象结婚了。是吗？太巧了。是啊，他们也是今天结婚，真是太巧了。确实很巧。我先去收拾东西。段太太那边是浴室，房间在这边。恭喜你，终于和梦寐以求的人结婚了。洗好了？把头发吹干，然后等我。富宝，
我终于结束采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段实验相处的怎么样啊？今晚你们应该是见家长环节，他们有没有欺负你？没有，他们对我都很好，还给我买了很多礼物，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木宝，别犹豫了，趁着今晚是新婚夜，上了他，睡了他，加入我勇敢飞飞！记得睡后出一个体验报告哦。什么睡后体验，段太太？是睡我吗？什么睡后体验，段太太？是睡我吗？这今天天气真好啊！晴空万里的鸟语花香，我这边信号有点不太好啊。祝你们二位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一夜。我先挂了，你们先忙。我现在不想勇敢飞飞，只想逃逃。段实验，你头发湿了，我给你擦一擦吧。好吧。段太太好像对摸我很感兴趣。我哪有很感兴趣啊？明明是你的脑袋在诱惑我，我才会不自觉的想摸你的头。那你在笑什么呢？你怎么像个小狗一样？我就喜欢做小狗。怎么了？做你的小狗，做你的小狗，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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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金医生好生猛啊，看上去柔柔弱弱的，竟然直接给我床咚。我没有。在你没有允许我之前，我绝对不会强迫你。好了，我去伺候睡，晚安，我的段太太。我到底在想什么啊？难道我真想睡了他？原来你上班都穿这么正式啊？不是啊，我这是向段太太开屏呢。老婆，婚戒我戴了，结婚证也戴了，我乖不乖？真乖。老婆，我能不能提个小小的要求？你能不能把婚戒也戴上？老婆，带上我给你准备的便当。你真好。老婆，我真的不可以跟你一起进去吗？不要。要嘛要嘛。我先进去了。我老婆亲我了。金乌，你这突然结婚，老公到底是谁啊？快跟我们讲讲。就是，你这保密工作做的也太好了吧，一点风声都没透露。哎，金医生，你这婚戒好漂亮啊，肯定价值不菲。你老公是不是超级有钱啊？他对我是挺好的。不就是找了个有点钱的人吗？有什么可炫耀的？在医院凭的是真本事，不像有些人啊，就知道走捷径。在医院凭的是真本事，不像有些人就知道走捷径。曲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，你不要无端指责。再别多说了，大家都是同事，金乌结婚是喜事，大家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。就是，甭管有钱没钱，对我们金医生好才是唯一标准。哇，金乌，
你老公也太贴心了吧？这便当看着就好有食欲啊。他就是比较贴心。张嘴，来尝尝这个。多亏了他，我才更有勇气面对这些。金雾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跟我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了啊？你放着傅雨辰那么好的男人不要，你背着我偷偷嫁人了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？哎，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今后咱们俩都没好日子过？我不想和你说这么多，我的生活我自己做主。哎，你这小妮子，我今儿还治不了你了我！给我放下！你没事吧？段时间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你谁呀你？哦，怪不得不去找傅玉辰复合呢，原来是背着我找了野男人。阿姨，我姓段，名时宴，是金雾的合法丈夫。她不仅是我太太，还是京都段家的主母。丈夫？段家主母？他说的该不会是那个京都最权贵的豪门段家？啊，原来是一家人呐！哎呀，金雾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你看我们家金雾啊，从小就是这种木头性格。以后啊，他要是有什么不顺你意的，你就好好调教他啊！原来我在他的心里只是跃入上流社会的跳板罢了。雾雾是我的宝贝，不是木头。她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孩。你身为她的妈妈，怎么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去伤害她？你配做一个妈妈吗？哎呀，阿姨也是第一次当妈妈，我刚刚是急了，着急了啊！我刚刚说的话也是为了你好，是不是？我家雾雾也是第一次当女儿，难道她就活该因为你的着急去受这些苦吗？原来被一个人保护是这种感觉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阿姨，你听好了，在我举办公开宴之前，如果我家雾雾的名声有任何影响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不会的，你放心，在我这儿绝对不会的。那你们俩忙着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吗？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没有，我就是在想，有你在真好。雾雾，吃饭了。不吃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我这精心给他准备的早餐，他居然不吃，那就打包给他带过去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唉，以前都是金雾照顾我，现在没有他，这胃痛怎么这么难受啊？不行，我要去医院找他。这个身影是段时宴，怎么在这儿都能碰到他？真是晦气。哟，前夫哥，段总，你喊我？没有啊。段总的戒指很漂亮，确实漂亮。其实这枚蓝钻戒指本来是戴在你的手上，但既然给了你机会，结果你不中用，我老婆一眼就挑中了这枚戒指，用来做婚戒。段总怎么来医院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不是，我老婆是这所医院一名优秀的医生，我来探班。医生？那岂不是跟金雾一样？该不会同一个人吧？没想到段总眼光独特，也挑了医生做老婆。只不过医生这个职业又累又不赚钱。你有没有三观？你不会生病吗？你生病了找阎罗王。段总别误会，
因为我老婆是医生，她总是因为这个职业忽略我，所以不要总往女孩身上找原因，说不定她就是真的不喜欢你啊。看来段总和老婆确实很恩爱。哼，那当然了。等我老婆挑好时间，会办公开宴，傅先生一定要来哦。这就走了？我这样来找金乌，会不会太惯着他了？你明天以我的名义去给金乌送一束花，就送去他租的那个小区里。当当，我给你带了便当，还有你喜欢的花。谢谢你啊，还麻烦你亲自给我送早餐。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你老公。来，这段时间总是段时宴在照顾我，我要不要也送个什么东西给他？该送个什么款式的给段时宴好呢？这不是小物吗？好巧啊！这是送给玉晨的礼物吗？我看你也不用送了，你去求求玉晨，说不定他就不会不要你了。秦以瑶，你知道你这种人我们一般都叫什么吗？什么？绿茶婊。还有，是我不要傅玉晨，不是傅玉晨不要我。既然你喜欢我不要的垃圾，那你就好好去捡。小雾啊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太逞强。我知道你生气，玉晨那天亲了我，可是难道你就没有错吗？如果不是你一直装清高不让他碰的话，这个女娃子看上去斯斯文文的，怎么说起话来怦臭？原来你也是让我们乖宝受委屈的元凶。这不是段时宴的奶奶吗？奶奶您好，我是秦家的小女儿秦以瑶，之前有幸跟家父一起拜访过您，您还记得吗？你谁呀？谁是你奶奶？我可没有你这种当小三的孙女儿！滚滚滚滚滚！为什么段家老太太会跟金武这个私生女关系这么好？哼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个小绿茶呀，还真不要脸。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姑娘了，我也有家人的保护。知三当三，也不知道他们秦家是怎么教他的。奶奶，谢谢你啊，今天帮我撑腰。你是我的孙媳妇儿，我给你撑腰是应该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。乖宝，你今天休息吗？我刚看你给阿燕在买东西啊。是买给买给老公的。我今天去探班。好好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你要是看上什么东西啊，阿燕不给你买的话，你就花奶奶的，奶奶给你买。谢谢奶奶。哎呀，段太太好。夫人好。哎，段太太好，您喝水。我这也没有来过，怎么像是提前打好招呼了？夫人，您好，我是段总的秘书，段总还在开会，您可以去他的办公室等他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段总的太太呢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段总的太太呢？段总在结婚的第一天就已经将您的照片给我们全部人看过了，还特意交代我们，如果您来了，务必要放行。以前去傅玉成公司找他的时候，就被当作犯人一样压着审问，而段时宴给足了我身为段太太的权利，不管什么事情，段时宴总能做得更好。夫人，需要我带您去段总办公室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在周围转转就行。好。你说他
真的不是明星吗？气质真的好好啊，还长得那么漂亮。哎，怪不得段总啊，最近打扮的像一只求偶的孔雀啊，原来啊是有个美女老婆。就是啊。完成度太低了，各项考虑都不够完善。你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方案框架，也要从预算和可执行度入手。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这些资源调配。原来段实验认真工作的样子那么严肃，和平时那个傲娇小狗完全不一样，还怪心疼我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会议结束，你们的老板娘来了。你是不是跟我解释一下，刚才为什么偷拍我呀？老婆给老公拍照，怎么就是偷拍了？明明是合理合法。是这样吗？那你拍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的脸红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小心思？哪有？我就是看光线好，想记录一下。好吧，我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想拍我呢，就正大光明的拍。我给你做模特，我一定摆好姿势，让你拍个够。你怎么也看医学的书呀？我不看，我这是专门给我的段太太准备的，这样你以后来探我的班就不会觉得无聊了。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还是被他选择的段太太，他都会对他很好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不喜欢我马上换了。没有，很喜欢。只是我在想，如果和你重逢的人不是我，或者你选择别人做你的段太太，你是不是对他们也这么好？想什么呢？你以为我是那种什么女人都能扑到我怀里的人吗？我从一开始就是奔着你来的，我的段太太，自始至终只有你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没有比如，没有假设，更没有什么其他人，你在我这里永远都是唯一选择。送给你。送我的？嗯。这10年来，我从未想过能够收到他亲手送的礼物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像想要哭的样子？总不会是因为第一次收到我送的礼物，所以太激动了吧？段时彦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就……我喜欢，我非常喜欢，我喜欢的不得了。他现在这样像是个护食小狗。那以后我每到节日都送你礼物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。拉钩。100年不许变。100年不许变。这是我的段太太第一次送的礼物，我一定要把她带进棺材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那你在楼下等我，我去开车。嗯。老婆，看我，来，跳起来。
我的金乌小公主，你的小狗已就位，你愿意和它共舞一曲吗？这是段时宴，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竟然会为了逗我开心扮成玩偶，我愿意。哇哦！如果说之前的心动还有一点点不确定，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确认，我是真的喜欢上段时宴了。话送过去了，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很开心？有没有吵着现在就要来找我？副总，您先冷静听我说。和金雾小姐合作过的舍友说，金雾小姐已经搬出去了，并且还说她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金雾她结婚了？不可能！金雾她怎么可能结婚？她明明那么喜欢我，她怎么可能会和别人结婚？金雾，你现在在哪？快点回复我！金雾居然把我拉黑了，这不可能！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我知道了，金雾只是在和我较量，他想让我低头先去找他，一定是这样。薛楠刚才说约了几个高中同学一起聚会，想要你一起去，你想去吗？好呀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。你如果不想去的话，不要勉强哦，你不用迁就我的朋友。我没有不想去，我要是有什么不喜欢的，我会跟你说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不喜欢会说，那喜欢呢？也会说的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但你好像忘了一件事。你看啊，我暗恋了你10年，我们还出去约会了。如果没有什么印记就过去的话，他们会怀疑我们是假结婚。那你想要什么印记啊？比如在这里留一个吻痕，这里比较明显。只是印在这里就可以了吗？虽然这只是想让段时宴的朋友们能确信我们不是假结婚，不过能和喜欢的人这样亲密的贴贴，也算是我赚到了。可以了吧？把你手机给我一下。我老婆技术不错。好了，唇印也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别让别人等太久。金雾，你出来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出来！出来呀！我说你们烦不烦啊？金雾都已经结婚了，人家早就搬走了。你是金雾的舍友对吧？金雾是不是在里面？你们是不是联手在做戏？你告诉他，我已经如他所愿过来了，所以不用为了让我过来骗我，说结婚了。不是大哥，我骗你干嘛？你自己看，人家结婚证都领了。金雾真的结婚了？早干嘛了？装什么神气？骗子！骗子！说好会一直追逐，喜欢我，结果说变心就变心。你可是追了我10年呢！到底是谁？给我去查，和金雾结婚的男人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